今日咧係 set 晒 cam 啦，已經跟住咧又諗住今日一定點樣都要拍一條新嘅運動片啦，要同大家從頭開始啦，做一個 beginner 啦啊！我個女而家又喊緊啦，聽唔聽到？邊個阻住我做運動啊？係咪你啊？我又翻嚟啦，係啦，頭先講到咧，我係真係好想開始嘅，但係每一日都好多嘅阻礙啦。咁咧，我發現咧，其實 beginner 咧冇嘅唔係努力，亦都唔係勤力，係咩力？係動力啊！就好似我咁，每一日都有100萬個藉口啦。跟住而家見到個天氣，哇落晒大雨咁咧，又覺得哇好似好攰咁。跟住我病又未好翻晒啦，即係每一日都會有好多唔同嘅藉口話俾自己聽，不如聽日先開始啦咁樣。咁所以我都唔知道我開唔開始到呢條片。A few moments later. OK， 咁我而家咧就已經換好成套衫啦，咁我就準備好同大家從頭開始做運動。咁作為一個 beginner 啦，其實最緊要嘅咧就係點樣將運動呢樣嘢擺翻喺你嘅生活入邊啦。咁今日第一堂咧，我就唔會同大家太激烈啦，因為咧我哋一定要舒舒服服，等我哋嘅身體慢慢去習慣嘅。咁今日我就會同大家做一個咧一半拉筋啦，另外一半就係激活我哋肌肉嘅一組動作，因為如果我哋長期冇做運動啦，好多時候咧我哋後邊背肌咧係冇力㗎，咁所以我哋咧係好多時候會寒背啦，我哋會頸緊膊痛啦，咁但係呢個唔單止會形成我哋身體咧一啲唔好嘅姿勢，最大嘅問題咧係會導致到我哋之後做運動咧都會有啲動作做得唔好啊，或者容易受傷，咁所以我今日咧係幫大家去打開翻我哋嘅身體先 ，OK？ 幫我自己去打翻開個身體先。咁我哋第一組嘅動作咧，咁首先咧，我哋將雙手放喺埲牆上面，係啦。咁我哋咧腳係喺埲牆前面啦，行後一步就 OK 噶啦，係啦。咁你大概兩隻腳掌嘅位置企喺度，跟住之後慢慢壓落去，呼氣嘅時候落去，盡量將我哋下巴掂落去我哋埲牆度，如果掂唔到都唔緊要嘅，咁樣維持一下。咁我哋開始咯喎，上翻嚟吸氣，2呼氣落，3呼氣落，456 7 8 9 10 OK， 好，跟住之後咧，我哋將兩個手踭放落去我哋埲牆上面，好，我哋將我哋雙手合實，係啦，再推落去。今次咧有少少唔同嘅，就要將我哋嘅雙手係啦拉近去我哋頭嘅方向 ，hold 住喺度，10、9、8、7、6、5、4、3、2、1，吸氣拉返起，做得好好，好，跟住將我哋嘅雙手咧放返喺埲牆度，然後將我哋雙手放喺中間，我哋嘅右手搭住我哋嘅左手，係啦，跟住之後咧，我哋好似要跨過我哋嘅手咁樣，拉向前，將我哋嘅人擰向我哋右邊，拉向上。咁而家咧，我哋變咗一個側身啦。咁你會感覺到你腰側嘅位置被拉開嘅，咁就正確噶啦。好，慢慢一步翻返去，咁樣維持一下。我哋吸氣嘅時候拉向上，1落返去，呼氣，2頭擰向上，3、4吸氣向上，5、
落翻去。OK， 好，你去到另外一邊咯喎。今次將我哋嘅右手喺下面，左手搭喺上面。OK， 好，跟住跨過我哋嘅手臂，將我哋人向我哋左邊擰上去。一吸氣，落翻去。二。三。四。五。OK， 拉翻落嚟。好，跟住之後咧，我哋將我哋嘅手腕向下，係啦，我哋嘅手背放喺埲牆度，到另一隻手都係。OK， 好，跟住慢慢向下壓我哋嘅腳屈曲。一、二，將我哋嘅雙腳屈曲。三、四、五、六、七、八、九、10。OK， 好，跟住我哋手腕係向上嘅，然後將我哋嘅成個手掌壓喺埲牆度，跟住屈曲我哋嘅手臂。OK， 開始咯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10。好，跟住將我哋嘅雙手撳翻喺埲牆度，大概咧係我哋頭嘅高度嘅位置啦。好，跟住我哋壓翻向下。今次咧係到我哋腳啦，慢慢屈曲我哋嘅左腳到我哋嘅右腳，係啦。咁我哋呢個咧係拉埋我哋嘅 hamstring 位置，記得將我哋臀部向上。OK， 開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10，伸直一對腳，將我哋嘅臀部向上提，伸直一對腳 ，hold 住10秒。1、2，你應該會感覺到埋你嘅腹肌咧都好似扯開咗咁，咁就正常嘅。3、4、5、6、7、8、9、10，拉翻起。好，跟住之後咧，我哋將我哋嘅左手撳喺我哋埲牆度，成一個90度。我哋嘅上手臂同埋我哋嘅手掌撳實埲牆，係啦。跟住之後，我哋慢慢將我哋人擰出去，咁樣為之一下，慢慢拉翻去中間。開始，1、2、3、4、5，到另外一邊，撳住，係啦，好，然後慢慢擰出去，1、2、3、4、5、
OK， 好，跟住之後咧，我哋將右手撳喺埲牆度，左手咧放喺我哋嘅手踭嘅位置，然後我哋轉一個圈喺曲手嗰邊轉擰，係啦，然後擰向變到我哋嘅心口係反住背住我哋嘅牆嘅 ，hold 住5、4、3、2、1，拉翻向前，再嚟一次咯喎，繼續捉住我哋手踭，將我哋嘅頭轉，直至我哋嘅心口背住我哋埲牆，我哋嘅手指可以向下。OK， 撳實埲牆 ，hold 住5、4、3、2、1，拉翻嚟。好，去到另外一隻，左手撳住埲牆，右手捉住手踭，然後慢慢擰上去，直至到我哋嘅手指向下 ，hold 住5、4、3、2、1，拉翻落嚟，再嚟一次，轉向上，手指向下，推埲牆 ，hold 住5、4、3、2、1，very good。好，跟住之後試下一對手都擁住我哋埲牆嘅，手指向下。OK， 將我哋心口推向前多啲，將我哋嘅臀部向後，想貼近去我哋埲牆度嘅。hold 住5、4、3、2、1，呼氣，再嚟吸氣。推1、2、3、4、5，拉翻向前。OK， 好，跟住將我哋嘅左手繼續撳住埲牆，大概手咧去到我哋頭嘅高度，然後慢慢拉起我哋嘅右腳，將我哋嘅手捉住右腳，係啦，然後將我哋嘅腳慢慢拉起。hold 住5、4、3、2、1，呼氣，拉翻落嚟，再嚟咯喎，再嚟一次，上到幾多得幾多，少少都唔緊要嘅，1、2、3、4、5，拉翻上嚟，我哋做最後一次，上1、2、3、4、5 ，very good， 落翻嚟，將我哋嘅右手撳翻喺埲牆度，好，跟住我哋左手捉住左腳，慢慢向上拉，好，1、2、3、4、5，呼氣落，放鬆，手繼續撳住埲牆，做一個平衡，好，第二下上去，1、2、3、4、5，拉翻落嚟。哇！好耐冇做運動嘅話咧，呢一些動作都係會有汗出㗎，係咪？好，第三次，1、2、3、4、5，拉翻落嚟。OK， 好。然後咧，我哋而家將我哋嘅手咧放喺哋腰嘅位置，然後踏後一步，上身同下身成一個90度，係啦，成一個90度之後咧，我哋將我哋嘅腳交叉，慢慢向下壓。我哋右腳踏向前，係啦，交叉向另外一邊，然後伸直一對腳，慢慢向下壓，上翻嚟，放鬆。1、2，吸氣落去，呼氣上返嚟。3、4、5、6、7、8、
9、10。OK， 好，跟住之後調翻轉，將我哋嘅左腳向前，係啦，跨過去右邊，落去1、2，呼氣向下壓，吸氣拉翻上嚟，3、4、5、6、7、8、9、10。OK， 將我哋一對腳平放返先，係啦，唔使再交叉腳啦。跟住之後，將我哋一對手拉去中間，慢慢拉起我哋嘅右手向上，吸氣，呼氣，落返去到我哋嘅左手向上，就係咁啦。記住一對腳踩實喺地下度，開始1、2，吸氣上3、4、5、6、7、8、9、10。Very good， 好，跟住咧，我哋拍埋我哋埲牆度咯喎，然後咧，我哋慢慢將我哋嘅手一樣撳住喺埲牆度，成個上身咧貼實喺埲牆度，慢慢將我哋一對腳拉向前90度 ，OK， 係啦，好，跟住之後重心放翻喺我哋嘅腳踭嗰度 ，OK， 維持喺度，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慢慢拉返上嚟啊！哦，咁如果你一開始做唔到50下咧，唔緊要嘅，做到幾多得幾多，每一次都會有進步嘅。將我哋嘅人手放返腰度，向返後變返一個90度。知道係90度嘅時候，將我哋嘅腳放上去埲牆度，去到我哋條腰嘅位置就得㗎啦。好，跟住之後將我哋雙手叉腰，慢慢將我哋肚貼落去，唔需要落太多嘅，有感覺就得㗎啦。開始1、2，唔好寒背，伸直背脊。3、4、5、
5、6、7、8、9、10，非常好。跟住之後咧，我哋咧慢慢扶住向外伸，係啦。跟住咧，我哋應該咧下面企喺度嘅腳趾係向住前面嘅位置嘅。我哋咧喺埲牆上面嘅腳趾都係向上嘅。OK，hold 住喺度，然後將我哋手放喺我哋小腿，將我哋另外一隻手延伸去我哋嘅右邊。1、2、3、4、5、6、7、8、9、10。好，拉返去前面嘅位置，將我哋手撳返喺埲牆度，慢慢將我哋嘅腳向下，係啦。然後咧，我哋嘅腳踭咧喺地下度，前腳掌喺埲牆度，跟住慢慢將我哋後腳拉起，腳尖變咗腳尖踩地，然後前腳繼續拍住喺埲牆度，伸直佢。OK， 然後慢慢拉返向後，再嚟1、2、3、4、5、6、7、8、9、10。OK， 拉返向後。好，今次到我哋嘅左腳向上，記住喎，腳尖係向上嘅嚇，然後下面腳咧都係向前嘅個腳趾公同埋腳趾。好，跟住之後將我哋雙手叉腰，挺起心口，慢慢肚落去，但係記住唔好寒背，前面腳都要伸直。開始1、2、3、4、5、6、7、8、9、10。OK， 擰返向前，將我哋下面踩腳嘅腳拉出嚟，腳趾向前，上面踩住喺埲牆嗰個咧都係腳趾向上。OK， 係啦，跟住將我哋嘅左手放喺我哋嘅左腳小腿上面，然後慢慢拉向我哋嘅左邊。1、2、3、4、5、6、7、8、9、10。OK， 拉返向前，腳尖拉返向前，將雙手撳住喺埲牆度，將我哋嘅上腳拉向下，將我哋嘅腳踭喺地下，前腳掌喺埲牆度，係啦，然後用力將我哋嘅後面腳提起，腳尖喺地下啊，後面隻腳而家變咗，咁樣為之一下，慢慢落返去。OK， 開始1、2、3、4、5、6、
7、8、9、10，跟住去到最後一個動作咧，我哋咧就咁喺埲牆度企喺度，係啦，記住將我哋嘅膊頭啦，將我哋嘅臀部啦，將我哋嘅頭後面嘅位置完全咁樣貼實喺埲牆度，我哋雙腳都係貼實嘅，係啦，好，跟住我哋 hold 住喺度，大概1分鐘嘅時間。咁呢一個動作咧，好似好簡單咁啦，其實係好攰嘅，因為咧，我哋咧係需要咧去訓練我哋成身嘅肌肉，因為我哋平時嘅姿勢咧係唔正確啦，咁所以咧變咗咧用埲牆去矯正返我哋成個人嘅站姿係好重要嘅。OK， 繼續 hold 住。我哋今日成套嘅拉筋同埋激活肌肉嘅運動咧就做晒啦。咁你會發現啦，哇，其實都幾辛苦嘅喎。冇錯啦，咁我哋咧係需要咧去激活翻我哋成個人啦，即係令到我哋成個人咧係 active 翻啦。咁我希望你呢個禮拜啦，呢2個禮拜內，你可以抽4日，咁每一次咧做一組，每一日做一組，咁就足夠噶啦。咁跟住我哋就去到下一堂嘅運動噶咯喎，咁好啦，我哋下集再見啦。頭先我個女係咁喺間房度嘈啊，等我入去睇下佢做咩。邊個咁嘈啊？真的啊？邊個咁嘈啊？要回嚇？點解會咁嘈啊？點解會咁嘈？你講點解會咁嘈？你係咪想出嚟一齊做運動？你講係咪？嚇？係咪？係咪你錯？你講係咪你錯？係咪？係咪？認唔認錯？知唔知錯？而家你知唔知錯？好啦，宣佈你無罪，無罪釋放。